上面啊。哦，是下面。但是你要留在上面。你不用看吗？要看。所以要拿下去啊。好。时间，看时间。喂，可以了。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啊！大家晚安。在8月的这个333祷告会，看到大家真好，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好吗？愿天地、洋海，还有其中一切的，都要赞美他。阿们。我们一起拍手，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开开启中充满的澎湃，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天开启中所有的快乐，来欢呼，来欢呼，来赞美，将荣耀都归于他，来欢呼，来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来欢呼。将荣耀都归于他，来欢呼，来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我们相聚，我们相聚，爱里敬拜，愿耶稣的爱充满在这里。高举双手，大声宣告，愿神的喜乐成为我力量，来欢呼，来欢呼，来赞美，将荣耀都归于他，来欢呼，来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来欢呼，来赞美，将荣耀都归于他，来欢呼，来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我们一起来行平安礼，跟弟兄姐妹说，看到你真好，我们一起来敬拜神。请你去找5个人，离开你的座位。看到你真好，我们一起来敬拜神。阿们。主，谢谢你，看到你真好，让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哇，很好。握手的时候可以带着微笑啊，热烈一点，热情一点。寿星在这边哦，来欢呼，来欢呼，来赞美，将荣耀都归于他，来欢呼，来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来欢呼，来赞美，将荣耀都归于他，来欢呼，来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拍手，把荣耀归给神。因为在神的面前应当欢喜，应当快乐，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排，已经安慰他的百姓。阿们。使我们得着释放，我们用歌声来赞美他。我们继续的站立。主，你释放我的喜乐无法隐藏，为我戴上冠冕，穿上彩色衣裳，我已经不一样。我已得洁净的医治，我已得释放。懂你是有多么的远，你是我过犯，离我多远？你已饶恕我，我也饶恕自己，进入你丰盛的恩典。你为我披上赞美衣，你喜乐就在我的心里，我已得赦免。可以欢欢喜喜到你的面前赞美。我们用新歌来赞美神，因为他已释放我们，让我们得着新的生命。哈利路亚！我们来赞美他。主，你释放我的喜乐无法隐藏，为我戴上冠冕，穿上彩色衣裳，我已经不一样，我已得洁净
的洁净的医治，我欲的释放。我们再一次拍手，把荣耀归给他。我们人是不完全，但神是完完全全的爱我们，他是良善的，他是美好的。阿们。我们要一起向神来呼求，愿我们的祷告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没有黑暗
如香。愿我的祷告如香，愿我的祷告如香，献在你面前。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谢谢主，让我们能够安稳的，让我们要和睦的来敬拜你。主，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洗净我们的罪，谢谢你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是蒙了神的恩典的人，谢谢你的救赎。可以请坐。我能用什么报答你恩典？世上的一切无法换取你的爱，白白地得来，无止境赦免，心在宝血可施加。谢谢你洗净我的罪，谢谢你医治我伤悲，谢谢你擦干我的眼泪，挪去后悔，释放我的缠累。我能用什么报答你恩典？世上的一切无法换取你的爱，白白地得来，无止境赦免，尽在宝血可施加。谢谢你洗净我的罪，谢谢你医治我伤悲，谢谢你擦干我的眼泪，挪去后悔，释放我的缠累。谢谢你洗净我的罪，谢谢你医治我伤悲，谢谢你用生命将我赎回，我是天父永远最爱宝贝。谢谢你用生命将我赎回，我是天父永远最爱宝贝。主，谢谢你用生命把我们赎回，让我们成为你那个爱的宝贝，被你宝宝在怀抱里面。主啊，谢谢你的恩典救赎了我们，我们应该拿什么来报答神你向我们所赐的那个一切厚恩？主，谢谢你，你说你已经医好那个伤心的人，要裹好他们的伤处。主，谢谢你也医治好了我们，裹好我们的伤处，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被你称为儿女，被你疼爱，被你保抱。主，谢谢你，愿我们的敬拜来到你的面前，如香陈列在你的面前。谢谢你喜爱我们的敬拜，喜爱我们的祷告，赞美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谢谢。好，我们对自己说：“我是天父永远最爱的宝贝。”我是天父永远最爱的宝贝。好，跟你旁边说：“你是天父永远最爱的宝贝。”阿们。这个礼拜的父亲节主日，好，那牧师有提到我的父亲见证分享那一天的这个 YouTube 上面的这个浏览呢，突然多了100多个人。好，来听这个牧师的见证分享。好，今天祷告会呢，换牧师娘来见证分享。我们拍手来欢迎静怡师母。
那个牧师都很喜欢自吹自擂。今天人比较少，所以我讲见证起来比较不会有那么大的负担。好，在那个新33套真的很大哈。好，我要来见证我的父亲哈。首先我要来先介绍我的爸爸。每次呢讲到要介绍我的爸爸呢，我都会用一首歌来唱哈，就是呢，我的灯需要有，求主赏赐下。有没有听过？是我灯永远发亮光。我爸爸呢有一个很大的电灯泡哈，因为他没有头发哈，然后他又亮亮的哈。然后他的名字呢就叫照明哈，就是电灯泡照明哈，叫赖照明。所以这首歌来介绍我爸爸真的是非常贴切哈。我爸爸呢是出生在嘉义的乡下地方哈，水上里面中埔里面还有一个很小的叫三界埔，很小的一个地方哈。然后我的阿公那时候因为早期生活比较困苦，他跟日本人学了一些中医跟西医，然后在小地方做一些地方的医疗的教育、医疗的服务哈。那我爸爸就在那个环境长大，他有一个哥哥姐姐，还有一个弟弟。那他小的时候就是一个乖乖的孩子哈，排行老3哈，所以很容易被忽略，所以常常要做事都是叫他哈。然后有好的东西可能也不会轮到我爸爸，所以我爸爸是活在一个一个是一个健全的家庭，也是一个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一个个性的小孩哈。我爸爸呢，他是当完兵之后呢，他就去台北考电信局的服务哈。电信局那时候是公务员，所以那时候我爸爸算是铁饭碗，他就在那个台北的内湖那边服务，在那边一直到他退休哈。所以我爸爸他呢，除了在教会、在工作、上班，然后再来休闲去爬山之外呢，他就是生活就是这样非常的规律哈。所以看到我爸爸就是一个很严肃的脸，但是其实他就是这个样子在长大哈。我爸爸是第4代的基督徒，那他小的时候应该是说长大以后啦，对不起，长大以后在台北工作。那我姑姑在台北当老师，所以他也介绍我爸爸在台北公馆的地方呢有一间教会，去那边聚会。然后后来我爸也在那边成家立业，所以我小时候呢的母会也是台北公馆教会。那公馆教会给我爸爸在他的信仰栽培路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习的地方，在公馆教会里面哦，特别他也参与到那时候早期建堂。那时候的建堂都比较辛苦，除了自己要奉献自己的薪水之外，他们特别还会在周末的时候还会找一些青年。我不知道有没有长辈有一些这样经验，我爸爸那个时代是这样，他们会几个青年骑一台那个沙轮车，后边人可以载东西的，然后他们就到处去收那个酒干呐。就是收一些纸啊、废纸啊，或是铁罐啊，然后他们就把它再来，然后拿去卖，再换了钱以后再奉献在教会的建堂里面哈。所以他的生活跟教会是非常密切，他也是在教会里面这样子被受到栽培哈，一路就从执事、长老，然后也有参加圣歌队的队长、团契的会长，然后一直到主日学的校长哈。那我爸爸在教会就是一直很忠心的服侍。那我印象很深刻，我爸爸在当主日学校长的时候呢，我们一般都是有儿童主日的教育嘛，哈，信仰的教育。他除了这些之外呢，他又很在意学生这些小孩儿童没有学到台语。可是如果都一直用台语讲圣经、祷告，这小孩可能就会很枯燥，所以他就陪小孩唱一些台语的儿歌或是念谣，来培养孩子对台语的兴趣哈。我很小的就有这个印象哈，我在家我就常常听我爸在听那个 CD， 然后跟我妈2个在演练，一个唱一个比，然后礼拜天要到主日学服侍哈。然后我来唱一首给大家听听看有没有听过哈？有一个歌叫哆来咪发，哆哆哆，后面会接什么谐音？来甲往来说哦。然后呢，瑞都是什么？来甲力道西哦。等一下，你们要再复习一次。咪咪咪，来甲江生地，发发发，好，就是坡多，好，你一大趴，好，就是一大串的意思哦。好，来，我问你们，哆是什么？来甲往来说，瑞就是来甲力道西，咪就是来甲江生地。发就是坡多和立即大趴哈，然后小孩就是这样学台语，这样一路又学又跳哈，所以这些小孩长大以后，对我的爸爸跟我妈妈那时候他们就在主日学服侍，就非常有印象哈，然后都会看到我爸爸就会唱一些儿歌给我爸爸听，那我爸爸就很开心这样哈，所以这个在教会里面的服侍呢，跟这样子一路的生活是他这个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哈。好，我爸爸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哈，他的笑容通常都只有大概
不会超过5公分哈。那他非常严厉，从小就是这样对待我哈，不管是照顾我们的生活起居，还有看到我们要照顾我们的眼睛啊、牙齿啊，还有生活的规矩，房间整不整齐啊，有没有凌乱啊哈。我的小时候的印象就是每一次去看眼睛啊，就近视加深；每次看牙齿就不小心有蛀牙。那我爸爸在前面开车哈，他就很焦虑，他就觉得啊没有帮我们顾好，然后我们又不长进、不听话，他就前面一方面在开车哈，然后手就伸到后面要去捏我跟我弟弟哈，然后我就看到我跟我弟2个在后面跳 disco， 因为他一直要捏我们2个就一直闪哈，但他就是有一个那个重要的那个责任在他心里跟焦虑，他一直认为说上帝赐给他这个2个产业，他要好好的把我们照顾长大哈，所以他心里有一个很大的这个焦虑。我爸爸后来有焦虑症，是真的焦虑症，有吃药哈，会让他那个副交感神经失调，所以他会一直烦恼，会一直焦虑在一些事情上面，他就没有办法放松。那后来吃药有改善哈。但是不管怎样，我爸就是严格的教导我们，但他很聪明，他到了我国中的时候呢，他知道他没有办法再用这种方式在教导他的2个孩子青春期的时候，所以他就很快的就跟我妈妈说，现在的小孩的教育权全部都放在我妈妈的身上，那我爸爸就是改成在幕后在默默在支持我们哈，给我们在生活上不致缺乏，所以我爸爸也很聪明，也很清楚知道这个教育的方式要换一个方向，这是我爸爸很聪明的地方哈。但是他还是会很积极的在栽培我们，虽然教育权或者是主导权在我妈妈身上，可是他还是不断，比如说带我们去学钢琴啊、学画画，然后学英文之类的。那我知道我爸爸从小带我去学钢琴，他是我幼稚园就开始学，然后学没多久他就买了一台钢琴给我，可是他从来没有想要我去念音乐班，或者是就是好像要走一条音乐的道路。他那时候的想法，他就是很单纯，就是要把小孩学会音乐之后，将来在教会里服侍哈。所以我也是一路就是这样子学习音乐，就是学习钢琴，就是这样一路过来，一直到后来我决定考神学院的时候呢，我爸其实很高兴，可是呢，这个神学院的学费负担很重，因为私立学校，而我爸又是公务员哈。那除了私立学校要负担私立大学的钱之外，你还要上个别课，一堂有时候2000、3000，而且不是只有上一次，你有时候常常要去找主修老师上课。但是我爸都很愿意付出哈，因为他知道这个教会学校就是栽培这样子音乐人才，将来在教会里服侍哈。虽然所以他就是一直在默默在支持我们。那这一条学音乐的道路呢，我爸爸也算是我的启蒙之一哈。我爸爸非常非常喜欢唱歌跟音乐。我记得小时候有一个印象，就是我爸爸有一天很开心，就叫我妈妈也下班回来哈。然后呢，他说我买了一组音响，那个时候的音响很贵哈，那个音响喇叭这么高，那时候很传统的音响，现在小小一颗就很亮，它那个音响一颗就这么高，从地上到这么高，然后还有什么扩大器啊，然后 CD 啊 tape， 然后就还有很多，我就要买一组，然后他就去买了 CD， 然后就放给大家听。我记得那一天大家就很开心，一直在听西洋老歌，就是那个反正就是 Because I Love You 那种那个 style 的，然后就一直在听那个音乐。所以我爸爸很爱听这音乐。我们出去旅游的路上，我爸爸也会放这些西洋音乐。所以一直到我跟我弟长大以后，我们都会在家里啊常常就听着歌，我们就唱和声。所以我爸爸也算是这样子的启蒙的一个启蒙音乐教育哈，这个的其中之一哈。然后我爸除了爱听西洋音乐之外呢，他最喜欢的呢就是去教会时候练圣歌队回来，他就把圣歌队的谱带回家。带回家之后呢，他就会来讲，景怡，我爸爸都跟我讲台语哈，虽然我台语讲的不是很好。他说景怡啊，来，你陪我练一下，这条后边这天哪伤悬啦，要怎唱他会叫我弹给他听。你帮我弹伴奏我唱看卖的你教我这怎看所以他是每一次练圣歌队回来，只要我在家，他就会叫我陪他练习一直都是这样。一直到2年前呢，我爸生病嘛，但2年前他都还有去参加圣歌队，而且他都是走路去走路回来在2年前。然后他这次拿回来谱我自己看也是很难唱，有点那个 jazz 的爵士的那个节奏，我发现他已经开始唱不上去了，也已经开始节奏跟歌词跟不上去心里其实有很大的感触这样陪爸爸唱歌的日子不知道还有多少我爸爸呢小时候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他很喜欢一首歌，叫做《亲爱主牵我手》
好，亲爱，你们知道这首歌吗？亲爱主牵我手，亲爱主牵我手，建立我，领我走，我疲倦，我软弱，我空荡，然后就唱，好像有2节。现在那个新圣诗里面也有台语版的哈。那我爸就跟我讲说，这条歌最好听，来弹给我听。然后我爸是男高音，好 tenor， 他就要叫我唱得很高，哇，很开心这样。那时候我就有一个印象，就是我可以弹琴伴奏，让我爸爸唱歌，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过程，很享受的一个的时间哈，可以去掉我们那个父子在那个青春期的这个彼此间的的压力，可是可以利用唱歌来缓和。我爸爸在我们去跟牧师去美国服侍的时候，我们是2016去的，那我爸爸在2017的时候就检查出有肺腺癌哈，那时候我们在美国哈，但我们就是很远，也没有办法回到台湾哈，但是那时候牧师在为我祷告，他就说相信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哈，那一路帮助我爸爸了哈。所以2017那是我爸爸第一次癌症发现，然后一直到前几年他复发，然后到今年2025今年的10月，他就已经抗癌的路程已经满8年了哈，所以非常不容易哈。可是我知道有很多人在为他祷告，也是我妈妈一直在陪伴他哈，还有这个我爸爸也是很努力在走过这一段路哈。我刚刚讲到说我爸爸在退休前他就是个公务员，所以他生活都非常的稳定，没有什么变化。可是神的恩典让他在退休后，又加上我跟牧师，我们到了美国服侍，所以我爸爸有机会到了美国跟我们一起生活好几次。那因为他签证一次就可以拿3个月哈，所以他有3次的机会都去美国跟我们一起过感恩节、圣诞节哈。所以他在那里面就尝试了他人生很多的第一次哈。第一次就是在就吃美牛嘛哈，美国的牛肉很便宜哈，大块的吃美牛，然后呢拼命的吃汉堡、素食店，台湾都没有吃过多少，他在那边吃了各式各样汉堡、炸鸡、薯条，通通都吃哈，因为美国就是这个很方便又便宜哈。然后我们还有带他去那个犹他国家公园，有一个 Devil Garden 是不是？恶魔花园哈，那个一个很漂亮的国家公园，可是它那个名字叫做恶魔花园哈。我们带他去里面玩，那个一进去就5个小时到7个小时才走出来哈。那我爸爸就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但是我们去美国走那个 trail 那个步道都是不像台湾有那个请这边走那边走，还是有旁边有栏杆都没有，它就是石头这样叠起来就是一个标记。然后走到一个岔路就看到有石头叠，你就要看着那个石头去走，不然你会迷路。而且你常常走了20-30分钟都不会有别人，除了那个比较多的观光区之外哈。但是如果你要把整个走完的话，后面其实是很难走，而且也没有人。那我爸爸呢，一路就是卖行来等起来。但是我们还是就是坚持的哈，大人小孩老的就把他就带过去哈。我觉得走完以后我爸爸多开心啊每次都一直说嘴你不知嘿我拍行怎么样哈。走完了以后，他心情就觉得哇，他胜利成功的挑战这个，所以他就很开心哈。这也是我们带他去美国去经历这一切哈。特别我爸爸很开心，他就说他退休的时候买了一台7人座。他说他最喜欢就是载孙子去上主日学，跟载孙子回来主日学。可是因为我们在不同教会服侍，所以去了美国他就有机会他就载孙子去上学，跟载孙子下课，因为他换了美国的那个换了台湾的国际驾照。然后呢，他就很开心带小孩上学放学，这是他一个很梦想，他很想做的一件事情。然后也带着我妈妈2个去超市买了他最喜欢吃的苹果，然后还有3明治。他说我嘛不知道要哪讲都买比的钱付的因为他不会讲英文我都买这些物件，然后就带着我妈妈手牵手去公园散步，秋天的时候就看那个黄色的落叶，吃苹果。他就一直体会，一直回想这一段时间他可以出门旅行的这段日子特别是在美国然后有这样子不一样的体验，特别还有那个在美国高速公路上飙车那个都是他很印象深刻的事情。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一个神的恩典在他身上，虽然他得到了癌症，可是他依然可以享受到很多他可以挑战的事情那我
我爸爸呢，他是一个很低调的人，他从不爱讲人家说长说短，也不爱说人家的八卦，所以他有一句圣经节是他最喜欢的哈，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与你的神同行。这句话大家都常常在念哈，可是我爸爸从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爸爸会主动告诉我这句话是我最喜欢的圣经节。那他一直也是用这句圣经节在提醒他自己，也实践他自己的信仰哈。在今年的我爸爸3月的生日，我送给他一句圣经话，就写了个卡片，写了个经节，就是说时间到了，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然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哈。这就是我对我爸爸的祷告，也是要送给我爸爸的祝福，也是我对他的心中的祷告。因为这在抗癌的路上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一起到他现在已经开始肌少症走路需要拿拐杖，甚至坐轮椅。但是我希望我爸爸知道，像他那个抗癌的痛苦，就像炎热来到，或是像干旱的时候，他仍然要对主要有信心，然后要以耶和华为可靠的哈。所以这个就是成为他一生的福气哈。那我也谢谢我的妈妈，每天都要陪伴我的爸爸哈。我妈妈是我爸爸重价买来的特助。他这个特别助理是对那个企业家都买不到哈，他每天都在服侍我爸爸，照顾我爸爸。那我也要谢谢我的妈妈哈。那不论上帝给我们的日子都有多长，但是我们都要感谢我们的主。好，谢谢大家。好，时间过得很快哦，我们可以来做结束的祷告。还没有吗？好，我们再次拍手来谢谢牧师娘的见证分享哦。好，那牧师在台下的感觉就是感谢主，我的太太好有气质哦。好，那但是呢，也感谢主让我有一个很好的岳父啊，从他的身上我真的是学习很多，好，也非常的蒙福。好，那今天呢在这个父亲节主日的时候呢，好，在要分享的快要结束之前那时候心中有一句感动，就是说上帝要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哦。好，所以呢今天牧师就特别以这段马拉基书要来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先读这段经文，以弗所书6章4节，做父亲的不要惹你们儿女的气，只要用主的管教和警戒养育他们。好，一个健康的亲子关系呢，好，要学习倾听、接纳、肯定、同理、祷告，也要警戒儿女，还要养育他们。好，这是一个健康的亲子关系。马拉基书好4章6节，我们来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所以健康的亲子关系还要有同心合一的亲子关系。所以刚才这7件事情，如果用在父亲亲子关系当中，倾听就好像你父亲跟你像是朋友一样，接纳你跟你的父亲像是什么呢？好，像是妈妈一样的爱你。肯定呢，爸爸又能够像个老师，而同理呢，就是像个什么同学。好，那还有呢，祷告呢，就是爸爸要像祭司；警戒爸爸要像什么？先知。牧养呢，爸爸要像什么？君王啊。所以我们跟我们的父亲，或是父亲跟儿女之间的关系，要学习成为朋友，学习妈妈，学习成为老师，学习成为同学，也要学习成为儿女的祭司、先知和君王。马拉基书在这个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也是最后一章。好，那快要结束之前的最后一句话，那上帝透过先知马拉基，或是马拉基，好，来提醒大家。好，那相信有非常重要的。好，那在这个马拉基书当中呢，好，旧约圣经就在这句话，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啊。所以在地上，好，上帝创造的世界有伊甸园，好，让亚当夏娃，但是人犯罪，好，但是呢，上帝呢，好，从旧约到新约，好，用上帝要如何让这个咒诅能够成为祝福，好，那是非常的重要。马拉基书只有4章啊，好，那他讲到过去的拯救、现今的罪恶和未来的审判。过去的拯救是讲到雅各和以扫这对兄弟，雅各成为是以色列人，上帝对以色列的爱。以扫呢，成为外邦人对以东人的恨，
而现今的罪恶呢，在祭司和百姓的身上啊。祭司对祭物献祭给上帝呢，是充满瑕疵，讲到呢哗众取宠；而百姓呢，娶外邦女子为妻，离弃盟约之妻，随意离婚，甚至怀疑上帝的作为，不守十一奉献，公然侮辱上帝啊！就是在那个时代马拉基时代的罪恶。而讲到未来的审判，就是怎么做出正确的选择，就能够如同义人在日光中得着医治，而恶人呢，就要在烈火中被烧毁。讲到末后的审判，而最后的机会，就是有摩西的律法跟以利亚的回转，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呢。所以呢，以利亚也就是这位施洗约翰，他要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啊。而在马拉基书里面呢，我们可以对照何西阿书，这都是一样，讲到北国以色列生病了，而马拉基书讲到南国犹大也生病了。而在耶稣在新约当中，也引用马拉基书3章1节，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所以马太福音11章11节，耶稣也说，这个人就是施洗约翰。而马拉基书4章5节，那耶稣也在同样马太福音11章引用，这个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所以福音好消息从旧约到新约，上帝要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所以马拉基在历史上不见得真的有这个人物，但是马拉基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呢，就是神的使者。所以马拉是希伯来文的使者，那马拉基就是神的使者。所以父亲呢，也成为一位神的使者。而父亲呢，的角色就好像是南国我们看到这些的先知，在第一次被掳有但以理，第二次被掳有以西结，第三次被掳有厄巴迪亚。这些先知呢，是神的使者，在呼吁这些被掳的百姓管教儿女、养育子女、警戒子女。而在3次被掳也有3次的归回，第一次归回有所罗巴伯，而那时期也有哈该和撒迦利亚。而在第2次归回有以斯拉，第3次归回有尼希米。上帝也差遣他的使者，来提醒他的儿女要回转。所以读马拉基书这一卷书呢，可以让我们可以跟它是旧约的最后一卷，那也可以说是新约的前面的预备。那可以用马拉基书来对照创世纪这个创世纪来看，就是创世纪里面讲到首先的亚当，马拉基呢在马拉基书预言末后的亚当，就是他的使者。而创世纪呢讲到神定一夫一妻，而马拉基也是一样看重一夫一妻，不能离弃幼年所娶的妻。创世纪讲到神这个打开天上的窗户，请到雨水，来在大雨在地上40昼夜，来管教审判。那马拉基打开天上的窗户怎样？请到福气，使你们无处可容。而除了创世纪讲到了上帝跟马拉基书的对照，而圣经的最后一卷书是什么？启示录，也可以跟马拉基来对照。对不起，创世纪还有一个讲到创世纪的最后50章，讲到最后一节就是约瑟死了，把他收敛放在棺材，停在埃及。马拉基的最后呢是咒诅遍地。所以这是旧约这跟的创世纪和马拉基。而新约的马拉基呢和启示录呢，启示录的讲到了生命册，马拉基讲到了纪念册，就是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是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我们一边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也可以一边想我们的父亲他如何成为一位神的使者，或是我们自己成为父亲怎么样成为使者。而启示录讲到最后要结出生命树，要结12样的果子，每个月都结果，这些果子是医治万民。而马拉基讲到这个日头有医治之能，4章2节，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具有医治之能。启示录讲到2个见证人，这2个人有权柄，在传道的日子能够叫天闭塞不下雨，有权柄叫水变为血，能随时随地用各样灾殃攻击世界。
而马拉基讲到了2个人，就是律法和先知，就是摩西和以利亚。好，所以他要差遣摩西的话、律法，还有先知的以利亚的警告到你们那里去。启示录讲到最后是祝福啊，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而马拉基的最后呢是咒诅，所以这是一个对照。透过马拉基书这一卷书呢，好提醒我们如何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呢？好，牧师要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歌啊，这首歌是讲到我们要成为要为父亲来祷告，好，所以我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听这首诗歌。小时候，你是我的偶像，总爱夸耀我的爸爸最强壮，像棵大树是我的保护，长大后我也要像你一样。谢谢你为我遮风挡雨，言辞不多，却是全家的肩膀，养育栽培供应和保护，长大后我才了解你辛劳。爸爸，亲爱的爸爸，谢谢你一生的付出，换我来照顾，换我来祝福，你是我永远的英雄。爸爸，亲爱的爸爸，牵着你的手陪伴到老，让我来承接你生命一切美好。我爱你，我的爸爸。我的爸爸，我爱你。小时候，你是我的偶像，总爱夸耀我的爸爸最强壮，像棵大树是我的保护，长大后我也要像你一样。谢谢你为我遮风挡雨，言辞不多，却是全家的肩膀，养育栽培供应和保护，长大后我才了解你辛劳。爸爸，亲爱的爸爸，谢谢你一生的付出，换我来照顾，换我来祝福，你是我永远的英雄。爸爸，亲爱的
虽然不是每一个父亲都能够非常的完美，不一定每一个父亲、每一个人都能够有父亲完整的爱，但是天父的爱永远是完全的，天父的爱永远是完美的。所以透过这首诗歌，那我们也要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哦。所以怎么样能够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就是父亲要为儿女祷告，儿女要为父亲祷告。请大家说一次：父亲要为儿女祷告，儿女要为父亲祷告。接下来我们有几段的祷告，我们要你成为父亲的，你要用父亲的权柄来为你的儿女来祷告；你做儿女的，要为你的父亲来祷告。第一个祷告就是用祷告来对彼此说：“爸爸，谢谢你。”或是儿子、女儿，谢谢你。我们一起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要邀请大家这时候来为你的父亲来感谢，或是为你的儿女来祝福。好，那我们一起来有个安静的时间来祷告。好，那这段祷告我要邀请牧宣来带领大家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赐下陪伴我们的父亲，谢谢你伟大的创造，不是因为你赐下的爸爸很完美，而是因为他陪伴我们成长，在我们生命中任何重要时刻，他总是将他最好的给了我们，并且尽力的做到最好。主啊，帮助我们可以向地上的父亲学习，明白他要教导我们从你而来的真理，让他成为我们的榜样，也让我们可以学习他好的榜样，也帮助我们可以成为一位卓越的父母。求你赐福我们父子，让我们父子可以永远同心，而且可以把这样的信仰代代相传，完成天父呼召我们的命定。我们将这样的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奉主耶稣基督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要谢谢我们的父亲我们要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接着我们也要为我们的父亲或是为儿女来祷告，能够祈求有属天的智慧。雅各书1章5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所以我们为我们的父亲来祷告，求神赐给他有属天的智慧，或是父亲为你的儿女来祷告，赐给他有属天的智慧。这段的我们一起来祷告。这一段的对不起在这个祷告之前，我刚才忘记还要邀请主任张玉主任也要来祷告。因为我们的父亲有时候呢是常常在我们身边来陪伴我们，但呢有的时候我们的父亲呢很早就离开我们，或是不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也要来为我们的父亲来祷告。刚刚我问处宇长老，你的爸爸还在不在？他说他小学5年级爸爸就不在我觉得很不简单。但是呢能够有天父的照顾，那我们一样为不在我们身边的父亲，我们要来为他们来祷告。请主任来带我们做这段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诚心感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透过我的爸爸来赐给我宝贵的生命。再次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让我拥有在地上与爸爸相聚的时光。虽然他已经离开世上，无法再与爸爸相聚，但感谢你赐给我有爱我的父亲，不论是否能够再次相聚，都能够领受从你而来的爱与祝福。就算是爸爸已经离开不在身边，天父对我的爱仍未因此而减少或改变。感谢主，感谢主，我相信天父赐给我有美好的命定，也要不断扩张我的境界，也祈求你继续的磨练我，加添我能力，
使我能够祝福身边的人，学习可以成为他人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谢谢。那我们第二个是要为父亲儿女来祷告，有属天的智慧啊。好，那这一段我们要请信吉来带你们大家来做祷告。亲爱的天父，祈求你带领我父亲，赐给他领导的智慧。你知道每天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和所需要的决定，你明白他们在生活中各样领域中经历的压力，求你赐给他们迎战每个领域所需的智慧，带领他们灵活处理人际关系，有智慧强化事业，明智的管理金钱和资产。求你灵敏感受到你的呼召带领，有次序安排和管理时间，让众人的智慧能力皆来自于你，并且让他们认同配合你所安排的一切。主啊，我们能在你里面合一，求你的智慧彰显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选择与决定，好叫我们的生活能蒙你喜悦，愿我们一生都能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谢谢。我们接下来要祷告，就是为父亲跟儿女能够彼此的加添力量啊。那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如果你的父亲正在软弱当中，你要为他祷告，求神加添力量。如果你的儿女软弱，好，祷告为你的儿女能够加添力量。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父亲儿女来祷告。这段祷告要请美秀来带你们大家来做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祈求你为我的父亲加添力量，使他重新得力。求天父用脸光照他，赐他能力完成手上一切的工作，帮助他认识到我的力量只来自你，帮助他在你面前安静等候，并且完全信任你，在你里面使他得着完全的恢复，重新得力。主啊，帮助他不要逃避自己的软弱，而是勇敢坚强的面对，并将这些带到你面前，交托给你。因你是他的力量的源头，依靠着你，使他的软弱得以刚强壮胆，而他要平静安息的在你面前，在你里面静默等候你重新得力。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谢谢。我们接着要来为父亲祷告，也为儿女来祷告，用祷告能够使父亲儿女都能够彼此信心坚固。雅各书1章第2节到第4节，我们一起读：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好，为我们的父母，为我们的儿女能够祷告，信心坚固。邀请伟峰来带我们做这一段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求你巩固我们的信仰，坚定我们的信心。我知道信心必须经过试炼才能增长，祈求神为我加添力量，能顺利通过人生各样的考验，能强如精金。求主你帮助爸爸，我的爸爸不仅对你有信心，而且能够身处环境展示他对你的信心。请你帮助他活出基督的信仰，
并向所有的人彰显出来，使爸爸的生活成为信心不断增长的信仰之旅。盼望透过他的生命，在其他人面前见证基督，认识耶稣是世人的救主。求主带领帮助爸爸，将你给予他的坚定信念传递给追随他的每个人，从过去直到如今，甚至将来，帮助他让基督能够代代相传，使这份重要的遗产永不失传。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接着我们要来为我们的父亲儿女来祷告，用祷告能够使父亲儿女都能够彼此更加的健壮。箴言22章第6节，请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段祷告我们要请敏哲长老来带领我们大家来做祷告，为我们的父亲、为我们的儿女来祷告，都能够彼此在主里更加的健壮。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开启我们为人父之旅，相信你必与我们同在。我们满心期待成为荣神益人的爸爸，也为此感到无比的光荣。祈求你帮助我们，将一切主权全然交托给你，并信任你的带领。相信我们在为人父的旅程中，你必与我们同在。谢谢父神经常提醒我们，不要求完美无缺，最重要的是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不缺席。当我们走在一条从未走过的路时，求你赐下够用的能力，赏赐全新的耐心和恩典给我们。感谢赞美天父，你一直走在我们的前面，帮助我们在未知患难中勇往直前。愿从我担任爸爸的角色时，你就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榜样，使孩子在我们的身上能遇见你。我们渴慕我们所服侍的上帝，也能活在我们孩子的生活中，一生与他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最后我们要为父亲儿女来祷告，就是使彼此的生命能够蒙福。提摩太后书4章6到7节，我们一起来读。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成为一位父亲最大的骄傲荣耀，就是看到他的儿女能够继续在这条信仰上面来征战那美好的征战，来跑那应当跑的路啊！我们要为我们的父亲儿女来祷告祝福，生命都能够蒙福。好，那这段祷告邀请顺正长老来带领我们大家做祷告。咱同心做来祈祷。阿爸爸上帝，我的主啊，我要为着我这个年岁，甲这个年岁中间所经历，以及你所授予给我的产业，来感谢你，学了你。随着我年纪的增长，生活岁月的变化，我要为着我的家庭。甲我的囝儿，感谢你赏赐丰盛的恩典，感谢主你赏赐予我会当拥有我的囝儿这种的特权，予我有机会，嘛会通来经历囡仔的长大成人，我也要为因来祈祷，予因会通继续行伫过去你所带领我所行过的路，祈求你伫因人生的路途中间，赏赐予有极大的恩典，就好亲像过去你所赏赐带领我相像。
恳求你帮助我，会当适应新的角色，毋只是做囡仔的老爸，佫较是当因会当做因的好的朋友。求主也帮助我，永远真侪囡仔的鼓励者，提醒因爱时时留心注意来听上帝你的话语，跟对你的带领，佫较会通真做你创造因所要真做的样式，完全因的一生主你所要给因的命定，真做因的老爸，也是我的荣幸。主啊，我即时要将我的一生拢交托伫主，求你也会通听我为着我的囝儿甲家庭来祈祷，帮助我会通继续坚强来完成地上的旅程。我愿意将我一生拢会通荣耀你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恳求，阿门。这6个祷告，就是为父亲献上感谢，那为我们的父亲儿女祷告，能够有属天的智慧；为我们的父亲儿女祷告，能够加添力量；祷告能够信心坚固，还有祷告能够更加的强壮和生命的蒙福。我相信就是一个最好的礼物。无论我们的父亲是否在我们的身边，或是已经在上帝那边，但是呢，借着祷告，上帝使我们能够与我们的父亲的心相连。所以祷告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那也愿上帝透过他的同在，他的祝福，借着耶稣基督要在回来的时候，使儿女的心，每一个儿女的心真的转向他的父亲，也使每一位做父亲的心转向他的儿女。神要来祝福这个地，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透过今天晚上的祷告会，提醒我们要为我们的父亲更多的祷告。虽然我们的父亲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酸甜苦辣，我们的各样子的经历，主啊，你都看见。但是主，我们知道我们是父亲的儿女，父亲是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遮盖，是我们的君王，是我们的先知，是我们的祭司，是我们的朋友，也是我们的老师，像是我们的妈妈，也像是我们的同学，让我们能够和我们的父亲都能够有更和谐美好的关系。主啊，求你帮助，即便对有的人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人所不能的，在神里凡事都能。愿上帝你的爱再次透过我们来彰显，也让我们的父亲能够保得神你的慈爱，更不论我们的父亲在什么样的地方，主啊，你的爱永远都在我们的父亲的身上。我们在你的面前再次献上我们的祷告、祈求和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时候要邀请大家，我们要来唱这首诗歌来回应，请大家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有时候我不明白，为何苦难在生命中，为何你不将它挪去，漫漫长夜无尽。有时候我不知道还要如何继续祷告，亲爱圣灵，就来提升我，刚强我里面能力。当黑夜没有尽头，我相信你依然爱我，给我力量，给我盼
永不沮丧。你爱使我刚强。当黑夜没有尽头。是的，主的爱永远不离弃，即便父亲会离弃他的儿女，母亲会忘记他的儿女，但是天父的爱永远不会离弃我们，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看见光明在不远前方，高举双手赞美，失恋中仍向主歌唱，永不灰心，永不沮丧。你爱使我刚强。当黑夜没有尽头，我相信你依然爱我，给我力量，给我盼望，看见光明在不远的前方，高举双手赞美，失恋中仍向主歌唱，永不灰心，永不沮丧。你爱使我刚强，永不灰心，永不沮丧，永不灰心，永不沮丧。你爱使我刚强。是的，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为生我们的父亲、养我们的父亲、照顾我们的父亲，还有带领我们信主的父亲，我们要来献上感恩。求你祝福我们的爸爸，不论在哪里都有主你与他同在，也祝福我们的父母都能够一生认识耶稣基督，成为一生最美好的祝福。主啊，我们要为自己来祷告，使我们能够成为属灵的父母，或是成为神你所赐福的父母，让我们能够学习我们的父亲、父母亲的脚步，能够把信仰能够代代来传承。主啊，我们要为在我们身边的父母亲再次来为他来祝福，特别在父亲节的前夕，在这父亲节的时刻，让我们除了感谢他，也为他来祷告，为他来祈求，求你也赐给他有健壮的身心灵，不论他所遭遇的境况如何，你使他能够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你也使他能够生命遇见主，能够越服侍越甘甜。也为我们还没有信主、还没有受洗、还没有接受耶稣的父亲来祷告，神啊，求你开他的心门，主啊，使你来向他的心门外叩门，让他能够听见你慈爱的声音。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感动，与每位父亲、儿女同在，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无比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放我在你的手心，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取神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拯救荣耀全都归于你。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
后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看见美好，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咱做伙用祝寿教士的主祷文，同齐来祈祷。愿伫天地的爸，愿你的名神，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要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咱用普阿声来拍破伊跟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到这边，我们要离开以前，我们彼此祝福。好，愿神祝福爸爸们父亲节快乐，也祝福。我们要来唱一首生日快乐歌啊！今天有一位寿星，请寿星来到当中。来到，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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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生日感言啊！谢谢大家的祝福啊！拄入入来大家门口，牧师伊就摕拄啊迄个祈祷文啊，叫我祈祷，我赶紧用台语读出来。啊，这篇的祈祷文真正是啊，互我读了非常的感动，我嘛流目屎。望这是一个同介好的礼物，谢谢。好，咱特别请这个士林传道来为顺正长老来为爸爸来祝福啊。天父，阮感谢你，因为你有赏赐阮真好的谈判，伫这个教会内面，互阮真做真好的同工。今仔日，阮将你所赏赐阮中间的兄弟，阮的长老、顺正长老，来归荣光给上帝，求主你祝福伫伊的家庭，祝福伊的身躯勇健，祝福伊家庭内面所有的大大小小，伊的厝人人也拢得到主你的恩典。求主你恩典伫伊的顶面，互伊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福上加福，互伊的家庭成做教会的光灯，成做伊的厝边的灯塔。主你的恩典祝福伫顺正长老的顶面，互伊通过较尽心做主你的工，有气力做正信徒的模样。主你的恩典甲袂送我伫地，罗卜的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好啊，我们的聚会真的结束了。好啊，愿神祝福大家。好，我们请服侍同工好来台前做祷告。